今仔日5月28是世界月事日，嘛是国际妇女健康行动日。新竹县特别举办展览，让民众会当去了解性别平等的发展史。另外，新竹县府嘛宣布，要伫咧公共便所提供免钱的月事用品，打造性别友善的环境。透过相片了解过去的历史，无论是立法院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，也是过去妇女团体在街路顶争取权益，拢是台湾妇女运动重要的过程。现场阁有未少推广性别平等的册，这是目前当咧新竹县新华屋文化园区举办性别平权展览。有些人觉得说，性别平等好像是一个口号，可是其实它不是，它应该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各个角落，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就是没有无意识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。来一起更了解女性，身为女性以及对于性别友善的这样的议题有更多的关心跟关注。5月28这个礼拜日是世界月经日，也是国际妇女健康行动日。新竹县政府也宣布，要在县内公共便所放免费女性生理用品，创造性别友善的环境。在我们公部门我们民众洽公的场所，在厕所里面，我们会置放这样子的盒子。那也透过就是公司协力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呢，我们会放这个卫生棉，让这个有需要的民众他来洽公的时候，他可以贴心的、方便的使用。消费处表示，民众若是厝内有用不完，也是不合用的女性生理用品，也欢迎大家捐出来。互性别平等，唔那干那是口号，是大家共同打造的幸福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